歡迎收睇澳門理想家的頻道。今次介紹水上街市對面樓齡只有幾年的電梯樓，門口右側有個空位，可設計成一個組合櫃。廚房有窗，已預留位置擺放雪櫃。出嚟之後，左邊為客廳，相當光猛。房間一，房間二，景觀一致，望向水上街市。廁所有明窗，乾濕分離。特別之處係附送個小平台，解決日常曬涼問題。同區比較少有年輕的電梯樓，有興趣歡迎聯繫小編約睇。